南科这几档成为半导体重地，台南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厂第一期的兴建，伫30号正式营运，是全台第一座提供高科技能源使用的高解处理水源。伫初期已经提供8000吨的再生水，予台积电、群创以及联电。那第一期可以从生活污水经过制成的纯化之后，变成我们的产业的制成用水。那目前总共每天可以产出8000吨的再生水。那未来扩建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的第2期以后的扩建完成，我们可以提供15500吨的再生水，供给我们的南科的高科技的产业去使用。那我们这个再生水呢，大概它的配水管线呢，大概有9公里长哈。那我们在这个南科园区里面呢，大概有设置了一个6座的一个配水池，总共呢，它的配水池的一个水量呢，达到18600吨之多。将污水处理了后再生并供应产业用水。永康再生水厂现阶段每一天会当处理2.9万吨的污水。未来结合安平、林德2座再生水厂，每一天上侪会当供应6.3万度再生水，相当是每一天提供大约1/3座兰花水库。那目前为止，在经过2级处理的再生水里面，这个我们可以用来做浇灌，或者是直接排放到河川的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水。这总共目前台南市大约有16000多吨。那对于再生水的使用，各种层次的使用，除了浇灌或除了这个洗车或除了做其他的使用之外，或是消防用水，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努力来开发。永康再生水厂除了予科技工业用水有足大的帮助，同时降低产业甲民生用水竞争所产生的欠水危机，为台南市污水处理以及再生水推动立下新的里程碑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